这个机会呢，给各位大家来介绍报告，包括我们印光祖师讲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话。他告诉我们，来生做人比临终往生还难。你不胜西方，将来必堕恶道。往生所得之利益，比得到更大。哦，这句话太重要了，给我们很多人呢要求神通啊，求有什么特别有超强的那一种能力的人呢各位，他当头棒喝，给你提醒你、唤醒你、告诉你，我们一定要往生西方才是最正确的道路。他这么讲，来生做人比临终往生还难。你下一辈子希望得到人的色身呢，出生做人，有资格当人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呢，很多人呢误解了，死了以后他以为他就告诉大家了，20年后我是好汉一条我是一个好汉一条。他以为他还能够出生做人，实际上他观念偏差了，很大的邪知邪见。我们一般人一定要明白，我们如果这一辈子你作恶了，你感召一定到畜生，到恶鬼道，到地狱道。你想要有资格来投胎做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佛陀呢，他带领的很多的弟子那么要去讲经说法，结果在途中刚好大树下，弟子就问他了，师父师父，那我们这个人世间到底有哪些人有资格当人？有哪些人是没有资格当人的？佛陀师父，你能不能打个比方告诉我们大家？佛陀呢，当下为了让大家珍惜这个人的身体，所以他就赶紧从这个大地这个地上抓了一把土在手上，结果他说，告诉所有的弟子们，你们要注意要警觉，真正能够有资格当人的，就是我手上的土，但是失去人生的是大地的土没有资格没有这个条件来出生当人的，像大地的土那么多，在我手上的土，这些才有资格当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出生当人，其实是太不容易了，太困难了，实在是太难得了，太不简单了。所以你要希望来生做人，你必须你看，你要有修5戒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5戒你全部都齐全了。如果你不齐全，你守4戒或者是3个戒，那你看有的人为什么那么贫穷，有的人为什么来的会残废，这些都是你守戒不干净。各位，那你要齐全圆满，这5戒守的全部都没有缺漏，非常的严谨，那么你才有资格当人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要做一个人太不容易了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随便说话，你看不饮酒，那么这个你要完全做到，你不容易，这个比临终要往生还困难。我们临终只要有人你有信心，你称念10句、3句、2句，甚至1个念头，阿弥陀佛绝对救度你。所以往生西方更容易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你有愿力，我愿意让阿弥陀佛救度，那么你就有资格、有条件可以往生，就可以成就。所以你看，你要做一个人，必须在这一辈子当中，基本的5戒一定要守到圆满，你来生你才有资格当人
所以这个一般人是做不到的，各位对不对？不容易啊！所以我们要发愿来去西方，就更容易了，更容易。所以不生西方，将来必堕恶道。如果你不到了西方，为什么你一般？我们在这个人世间，不管你是在天神，或者是在人道，你出生的时候，各位，他的福报有个限度嘛？那个限度如果享福享尽了，照样又堕落，开始又受苦，开始又受苦。所以如果你不发愿到西方，因为西方它是个不退转的地方，不退转，一旦到了地点，在阿弥陀佛身边，观音菩萨的辅导，每天讲经说法，让你能够觉悟，能够证道。你想想看，他就不会再堕落。但是，一般不管你发什么愿，你到了哪里，都会有堕落恶道的这种可能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到西方才有保障，而且真正彻底把生死给了断。往生，你往生西方所得的利益，所得到的利益，比你得到更大。什么叫做得到啊？得到，你要证悟啊，你要开悟啊，你想要得到比那个还更大。因为很多证悟的人，他没有发愿西方，结果他照样轮回，照样受苦，照样堕落。所以各位，你得了道理，虽然开悟了，但是神通没办法了断生死，神通不能解决你真正的生死大问题，没办法解决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一定念佛发愿西方，比我们得到还利益更大，利益更强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印光大师讲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很大的警惕，很大的棒喝。我们了解原来西方是最完美的地方，无量寿、无量光，那个环境是最舒服、最庄严、最微妙的地点。我们一旦到了西方，我们永远再不会退转了，一直到成佛。成佛之后，我们才愿再来广度十方一切众生，功德圆满把你的道业彻底的能够大成就。可以得到大成就，所以各位我们就知道说，发愿西方很重要，而且到西方比你做人还更容易。只要你有信，相信我一念佛，阿弥陀佛救度我，我愿意相信，我不怀疑，我不怀疑，我愿意到西方。一旦我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，我心心念念就是发愿到西方。如果你有这个信，又有愿，要好好的念佛。个个都能往生，所以往生西方比做人还容易啊，还容易啊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因缘哦，这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哦 ，only one，only one， 只有一次的机会，这一次机会没了，各位丧失了，各位你不要好好珍惜它。等到说，你的命中想好好要再怎么样去因缘，那时候来不及啦。已经是来不及了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希望一定要遵从我们祖师大德的交代，一定念佛发愿西方，这才是最正确的道路。希望把这一章呢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南无阿弥陀佛。